Good Friday， 本来是一个真艰苦、真伤心的，总是伫欧美的国家，因转变做一个真大的节日，但是因甲改做叫做 Good Friday。啊，有的公司可能拜五放假，有的可能是明仔载拜一放假，敢有人两个拢放？两个拢放的举手。哦，所以嘛是有拜五拜一拢放假，知影我咧讲啥吼？啊，你拢无放假吗？所以爱举手啊！逐日放假嘛是爱举手啊！莫看迄逐日放假，有时啊逐日放假的颠倒无用，逐日放假的有时啊颠倒无用。你所摕到的两顶管写啥？一个讲好无？因为每一个人的蛋可能不太一样。你的是啥？在主里面有平安。在主里面有平安，跟我们同款呢？搁我在我性命也在我。新的性命，新的嘛，性命在伫我。哇，这拢足有鼓励啊！迄个骗你。喜乐的心，乃是良药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啊，有无？这边有无？这边拢无摕到呢吗？这边有无？这边有摕到啥？赶快，在主里有平安，恁动作收班拢用讲了。要保平安，爱及时；要保平安，爱趁早；要保平安，爱伫家己要有困难的时，赶紧讲。我想，伫咱真侪人咧庆祝即个过活节，有诶用复活蛋，有诶用复活兔。我想伫迄个中间，毋是要将即个主国我的日子放袂记去。我想，即个毋是真正的意思，总是有可能每一个国家伫即个中间咧庆祝即个过活节的时，用一个较开阔的心胸，包括无共宗教的，包括无共信仰的，嘛会当伫即个中间做伙来享受，因为主国我所带来即个节日中间的快乐。我想这是时代在改变，总是当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袂当毋知影咱的过活节到底是安怎来。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节，咱搁一摆来看。24章第1节，伊第一句伊讲7日的头一日，7日的头一日是对一日？礼拜天。7日吼，7天的第一天啊，所以拜六是啥物？周末哦，周末已经是尾啊嘛。啊，若是犹太人，因是因的过节，因的迄个搬过节也好，还是因的迄个过节日好，因是对拜五啊，一直到拜六，所以因过的时间甲咱无共。啊，是安那咱的时间会无共，因为咱用无共款的文化做咱的信仰。犹太人的文化甲咱今仔日的文化无共款，咱今仔日有真侪圣经中间所写的，有真侪是犹太人的文化甲节日，总是今仔日咱所守的，毋是犹太人的文化，但是咱的参考，诚做咱伫教会中间的节日。伊伫遮讲7日的头一日，当天不光，有人备办香料到王，看见鸟已经对王门光开，迄个王因。犹太人的墓甲咱的墓足无共款，因会较像一墓坑。敢会记伫即个墓的内底，你若是无共款的四福音的记载，拢有无共款的情形哦。但是共款的是，有一个人足激动的，因为当遮第4节伊讲，为着安尼咧丢除的是，有2个人徛伫因身边，圆像光那啦，这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天使，这你讲的哦。敢真正天使？我无看到圣经有写，但是我知影有2个人伫迄个中间咧报即个好消息。亲爱的兄弟，伫耶稣的时代有可能是天使，伫今仔日即个时代有可能是你甲我。
你甲我有即个责任要来报即个好消息。然后即两个人在讲耶稣的身躯已经无伫遐，所以妇人人惊吓，伫遐甲伊讲：你啥事伫死人中找活人啊？伊已经无伫遐，所以即两个人伊甲要去的妇人人甲伊讲啥？讲你太伫死人的中间找活人，伊已经无伫遐。哇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意思就是耶稣无伫遮。耶稣的身躯已经无伫遮，然后即两个人提醒伊讲：你着记得，伊还伫加利利的时有怎样甲你讲？第一个，人子的确着交伫罪人的手里，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。第二项，互因钉伫十字架，互因钉伫十字架，甲因钉伫十字架。互因钉十字架。第三日要搁活。但是真趣味的是，包括所有的学生，所会记一个，拢会记起啥物？第一个要交伫罪人的手里，因为当耶稣一开始安尼讲的时，伊的学生已经有真大的反应。老师啊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是无罪的人，是安怎要将你交伫罪人的手里？然后第二个，佫讲到要耶稣讲要钉伫十字架顶，所以遮个学生安怎？毋通，绝对毋通，你是要做王的。然后到第三句讲啥？第三日佫活，学生已经听袂落啦。所以当耶稣在讲遮个话，学生真有反应的是头前两句。伊对着耶稣，即个人要交伫罪人的手里。要交伫祭司，要交伫当初时的文士、法利赛人的手里，大家真有反应。他会当安尼做，安尼做毋对啊。然后大家对着耶稣要钉十字架，较有可能。阮期待即个比赛啊，主耶稣你来是要成做救赎阮以色列。你上好会当来做王，然后互阮以色列重新独立，后摆毋免搁甲罗马帝国交税金。后摆会当毋免搁抽遮尔重的税，迄当时的百姓上介艰苦的，就是罗马政府所扣的税真重。但是毋是罗马政府尔，第二个扣税第二重的是啥物人？宗教税。宗教税啥物人咧扣？祭司、法利赛人、利未人，遐个人咧扣宗教税。然后第三个是每一个人伫伊生活顶悬真艰苦，物价一直起，然后薪水无加起。请问顶礼拜咱美斯的油钱起到偌济啊？172，上好是会当加水就会走。我想有真侪时，人伫生活顶悬的艰苦，讲袂出，阁袂当无回应。若毋是安尼，袂讲耶稣去到山顶，耶稣甲5000个人做伙时，既然所有的出来物件敢若啥，5块饼、2尾鱼，既然逐个本的物件只有安尼，我想这是互人伫生活顶悬一个真艰苦。但是讲袂出来，伫咱信仰内底，耶稣经过即个历程。当耶稣讲遮个话时，我毋知影咱听到对，咱是毋是嘛有可能甲学生共款？当耶稣要交伫罪人的手里，咱嘛会讲安尼才会对，这无公平，安尼毋对。咱嘛有可能讲听到耶稣要钉十字架，也是咱中间有对一个人在受苦。安尼较会对，无公平。迄个人是好人，是安那伊无做到一个好人应该所受的对待。迄个人是一个义人，迄个人真疼主，但是伊是安那会艰苦，伊是安那会破病，伊是安那伫家庭的中间无亲像咱想象的遮尔美好。迄个人是上帝的奴仆，伊做足侪好代志，伊互真侪人得到真大的帮助。但是是安那伊人生所行的，哪会无亲像咱想的？
义人要得到上帝赐福。有真侪时，咱对咱的兄弟姊妹，咱嘛有即款的怨言，甚至对家己嘛有即款的怨言，讲啊，我逐项拢做，我奉献，我服侍，我疼人，我来参加聚会，但是上帝啊，你是安那无保守我？你是安那无赐福我？亲爱的兄弟，有真侪时，咱会为着第一句甲第二句，心内背叛，心内艰苦，总是咱却袂记去听到第三句。第三句所讲的是啥物？第三日伊要过活。亲爱的兄弟，耶稣毋是概念上的上帝，耶稣毋是敢若活伫咱头壳的内底，伊毋是一个财物，伊毋是你册读了济你就忘伊会着，伊毋是耶稣的名喊了济你就听伊会着。耶稣毋是概念的上帝，伊是活人的上帝。什么话叫做活人的上帝？什么话？什么款的上帝才会当成做活人的上帝？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章，咱只有读到第9章，但是事实上，你若将规个路加福音24章拢总读完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伊内容比咱想的较丰富。24章一开始，伊讲7日的第1日，所以故事开始讲。到第13节，到第10节，伊去甲伊讲你着爱对使徒讲，耶稣已經無伫遮，有人啊，你着爱趕緊去甲使徒講，使徒敢有相信？你若真正倒去看聖經，使徒並無相信遮個婦人人所講的，但是伫使徒內底有一個人有兩個人走去看，啥物人？彼得甲啥物人？甲約翰。這兩個人走去看，這兩個人走去看，佫足趣味哦。兩個人走去看的時，有一個佇外口，走到外口就停落來哦，無入去哦。有一個吼，就唔驚死，衝的就入去哦，要看嘛。彼得甲約翰這兩個人聽到婦人人安尼講了，全走去望去看，對一個人先入去，彼得先到，約翰較慢。什麼人先入去？什么人先入去？彼得先入去，还是约翰先入去？约翰先入去。彼得先到，但是伊停伫外口。然后约翰慢到，但是约翰先入去。若是13节，咱会当看到耶穌伊行伫以馬忤的路上，甲兩個人相夾行。然後這兩個人伫遐咧講，伫遐咧講話，耶穌全過甲伊做伙講。但是伊家問伊講，恁咧是恁咧講啥物？這兩個人就來應講，你毋知影耶路撒冷發生啥物代志嗎？有一個人叫做耶穌，然後安怎。但是耶穌甲因相夾行，因敢有認出來？無，因無認出來。耶穌伫這個中間做真濟，然後到36節，共一章36節。耶穌家己本身，佮顯現互學生看，到第50節，耶穌上天。路加福音24章其實非常豐富，因為耶穌用無共款的方式、無共款的形態出現伫無共款的人的面前，有個人看會到，有個人看袂到。這是一個什麼款的上帝？第一個。耶穌是一個行動的上帝。當這個婦人人，或是當咱佇信仰頂懸、佇艱苦的時，咱要來敲找耶穌，耶穌敢有佇遐？婦人人佇夢內底要找死去的耶穌，耶穌無佇遐。當你我佇生活頂懸、佇艱苦的中間，要去敲找死去的耶穌。耶穌無佇遐。當咱的心已經艱苦到極，活袂落去，找無路通行的時，咱嘛要去找迄個死去，為着咱頂十字架死去的耶穌，敢找會到？袂，因為耶穌無佇遐。耶穌是有行動的，
耶稣会行会活，耶稣活伫咱所接续要面对所行的路顶边。亲爱兄姐，假使现在伫你的生命中间，还阁有真侪艰难还未解决，毋通伫你的艰难内底要找耶稣，因为耶稣无伫遐。第二个学习，这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当主耶稣甲咱三角做伙时，咱才重新学习，回想过去伫咱生活顶悬，主耶稣安怎对咱启示。今仔日咱所看到的是，伫我掠准伫梦内底要看到耶稣的时，耶稣无伫遐，才想起原来伊第三日要过活。亲爱兄姐，咱拢常常将咱的想法观念放伫耶稣要受罪，放伫耶稣要定死。咱常常将咱生活顶悬放伫讲，我伫遮咧受苦，我伫遮咧定死一切。但是咱袂记住，第三句讲的是啥物？是主要过活，咱嘛爱对主过活。所以当咱伫迄个中间，咱才重新想起讲，哇，原来主耶稣有应允咱过活，应允啥物？应允咱要行过咱的悲伤，应允要行过咱的软弱，应允咱要行过咱所欠缺，应允咱要行出黑暗的所在。所以当咱继续找到耶稣的时，是伫啥物所在？是伫太阳出来日出的时。但是爱注意，耶稣可能改变，但是耶稣改变，互无共款的人，伫无共款的情形来看。当遮的妇人人去帮面找耶稣的时，耶稣敢有互因看见？敢有？耶稣无互因看见。但是妇人人敢有相信？基本上应该是，所以因才会转来甲问道讲：啊，耶稣会各用无共款的形式，互伫以马五顶悬的两个人看见。但是这两个人敢有因有看到耶稣，敢有认出耶稣？无，耶稣在改变。耶稣互每一个人伫无共款的时、无共款的所在，有的人看会到，有的人看袂到，其中的差别伫倒？检菜后摆会当有机会伫即个中间，即个改变，咱会当有更较深的、更较深的认捌。但是真侪时，互咱无法度看见耶稣的，是咱头壳内底的想法。伫网络顶悬有一个叫做“智慧的面包”，毋知咱敢捌看过？伫智慧的面包，即个是一个，这有足侪影片，其中有一个影片，伊讲到7件事看富人与穷人的思维。伊讲用7件代志来看好野人的想法，甲善车人的想法有对无共。第一件，字较细，在咱看有无？穷人做什么？穷人看电视，富人呢？阅读。因为对读册中间，伊去看到真侪会当改变伊头壳的物件。第二项呢，穷人用时间换取薪资，富人呢用绩效换取薪资。伊种所讲的，伫伊即个比喻内底，伊所讲的就是，若是安咱无法度好业，就是因为咱拢咧工作算时薪啊，1点钟偌济钱，所以你卖的是啥物？你卖的是你的时间，你用时间来赚钱。但是好业人伊用啥物货来赚钱？伊是用伊带来的改变。我伫即个公司会当有啥物款的改变？我伫即个所在会当有啥物款的改变？用即种改变来成做伊的收入。所以伊改变的能力来决定伊会当得到偌济薪水。伊伫遮讲到一个例子，伊讲运动员，不管是迄个棒球篮球，还是高尔夫球，真侪无共款的运动员，因的身价，因一年会当领偌济，特别是篮球甲棒球，
因会当领偌济是用啥物会决定？是用因伫棒球场顶员练习的时间来决定吗？即、个球员练习了较久，所以伊领较济，敢是安尼？毋是，伊决定的是啥物？伊决定的是即个球员伫棒球场顶员会当讲几支红不让。伊决定的是即个球员伫棒球场顶员伫防守的时，会当有偌济有效的防守。所以即个球员若是表现愈好，伊的薪水就安怎愈悬。所以伊的意思是安尼。第三个，伊讲善车人将伊家己的不幸怪伫别人，总是好野人将家己的失败依负责任。所以伊为着伊家己的失败去负责任的时，伊去改变。但是善车人伊的失败，伊拢怪别人，所以伊永远拢袂改变。第四个，伊讲善车人伊专心在欠钱，但是不有的人专心在趁钱，所以这是差别。第五个，善车人伊认为家己啥物货拢会晓。但是好野人一直伫生活的中间在学习。第六个，善车人相信金钱，伊讲的英文讲了足巧妙的，伊讲是 evil， 伊讲用 evil， 迄个是迄个邪恶的，迄个金钱是邪恶的。但是好野人伊相信迄个 poverty， 迄个善车才是真正的 evil。所以是送向互人犯罪。若金钱是啥物？金钱是人要达成梦想的一个工具，迄、个工具决定你安怎去用伊。第六、第七个，伊讲到善良人伊抱着要用中乐透的心态，所以我若有对，我就有；我若无对咧，就无啊。但是富有的人，伊的心态是用家己的行动来成做伊要所做的目标。看到这个亲像甲咱的信用无啥物关系，因为这个真正是纯粹在讲到趁钱，这无啥物好奇怪。有人伫这个中间用七件代志来看出富有的人甲善车的人之间的差别。但是你若详细甲看内底其中一项，你会发现。当咱心内丧向甲不有，嘛会出现伫即个所在。你来看第三项，丧向的人将伊的不幸怪罪别人，所以伊人生所拄着的拢总是啥物？别人毋对。即种的人心内无法度快乐，因为伊无法度真正去改变家己，改变问题，伊只有将伊所受到一切的苦。伊受到所拄到的环境，拢怪罪是别人，永远都是别人的错。到伫第五点，善车人感觉家己啥物拢袂，但是富有的人伫生活内底一直在学习。有时伫咱信用中间嘛是安尼，信用内底的济甲少，毋是用咱的年龄济甲少。敢会记即圣经内底有一句话伫提摩太，伊讲着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所以这个意思是提摩太足少年吗？其实不是，提摩太一点仔都无少年。提摩太少年的是伊信用的年龄较少年，伊信主的时间较短。你若继续看，到伫第六点。丧向的人，伊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，但是富有的人，金钱对伊来讲是一种工具。第七点，丧向的人，心内丧向的人，拢一直在期待，坐伫遐有一日啊中到乐透，安尼我逐项代志拢解决。但是事实上，能够中乐透的，这种人真少。上界惨的是。真正中乐透的人，敢真正找到幸福？无一定。咱会当去看到真侪个
有个人中乐透，只是解决伊目睭前的困难，但是几年后，伊不止家钱开完，伊阁负债。亲爱兄弟，当咱伫个偌济个中间，咱要安怎相信主已经过完？咱转来到第即三项：行动、学习、甲改变。伫即个中间，咱的行动是要互咱会当继续伫生活内底往头前来行，毋通只有怨天，毋通只有怨地。伫俗耶稣所讲的，伊要交伫罪人，伊要定十字架，但是上界重要的是第三句，第三日伊要搁活。伊伫迄个中间要搁活的中，伊要搁活的时，咱有伫迄个所在无？咱是毋是有伫咱的生活顶愿常常在学习？通过咱的信仰，通过咱的生活，通过咱甲兄弟姊妹三甲做伙，敢有伫迄个中间，通过学习来改变咱家己。当咱的生命伫无共款的阶段，咱是毋是有看到咱生命中间的光，互咱继续行落去的开来？愿上帝的恩典，通过伫咱中间所修事，主耶稣对世中个活命的开来，重新带互咱有无共款的目光来看到咱的环境。今仔日你所刻的迄粒复活蛋，顶悬的迄句，请你会记住，互即粒卵成做咱生活、信仰新的开始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向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当你是阮祝福，用主耶稣成做阮的救主的时，有时阮无法度接受，有时阮无明看袂清。主耶稣，阮只有看到你为阮受逼迫，阮也看到你为阮定十字架。主，阮也将阮所有一切交托伫你的手，总是恳求你提醒阮，互阮搁较会记住，你伫受逼迫定十字架了后，埋葬总是你有对死中个活。但阮今仔日伫即个中间，也要将阮头前所要跑走的路障，搁一摆摆咧伫你的手里。愿你通过你对死中个活的能力甲开展，相似相款的开展。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，互阮所行的拢是欢喜甲快乐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